试一下。转过来。哎，要插上一个这个，看起来有钱。啊，这个。这脖子呀，也不能空落落的，把这个戴上。这个戴上漂亮，看起来更有钱。试试这个，看起来好有钱。这么大个人了，什么都不吃，给你饿的。小脸看起来惨兮兮的，张嘴。明明，撅撅。哎呀，怎么撅得像个猪一样？你这不能女人一点吗？行了，丑死了。哎呦，行了，就是个会谈而已，别搞那么复杂好吗？而且我凭什么要打扮给李清流看啊？我又不喜欢他。人家有钱，别老邋里邋遢的，看起来像个穷人家的孩子。那我兄弟啊，还有见识啊，我怎么说也有点学问啊。自己说的都心虚了吧？哎呀，好了，师傅，是以文会友又不是以色会友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去之前多背2首诗啊，好，口红不要给我擦掉啊。哎呦，行了，我再怎么打扮啊，李清流都能找茬挖苦，他就擅长这个。人靠衣裳，咱们不能输了阵，何况他还是个做衣服的。姑娘，我觉得这一次李庄主约你去茶楼，肯定不是商量业务这么简单。看你的小脑袋又想歪了吧？姑娘，你想啊，李庄主此前可是3番5次的约你，可自从七夕夜市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有鬼。这次他又约姑娘，我猜他要不就是想跟姑娘道歉，要不然就是想跟你诉说衷肠。他敢？那个，你那些衣服太花了，不适合。我给你借几件好看的。啊？起床了。好，好困呢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快点快点。给。这次可是连夜送请柬过来的，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。不知道龙儿现在打扮成什么样了？要见情郎，肯定要漂亮了。就是，真的是很期待呢。都不用干活的，说什么呢？啊，想磨嘴皮子磨牙的，都到东门书室说书去。我们龙儿是谁呀？换条路走。他能吃得了亏？
快看，包包主今天好漂亮啊！荣包主，你这是要去约会呀？哪是啊，我是去谈事儿的。姐姐，你撒谎！你今天这么漂亮，大家都说你要和大富翁去相亲。给，谢谢姐姐。我呀，今天是要去变身吃了它。你说我变什么好呢？是老虎还是豹子？龙姐姐要去吃大富翁啦！龙姐姐要去吃大富翁啦！龙姐姐要去吃大